我都会惊。安怎没？你是讲什么意思？你要准备唱小放牛，叫我又像上次一样讲一个牛的笑话，我哪有遐多资料啦？哎呀，这时间搞的，公主要讲笑话时间，观众是很期待的。但是你每次这个讲笑话都丢到我头上，我动没了，那还多资料。别别紧张啦，我讲啦。哎呦！嗨呀，真是瞧不透你！今天你要讲笑话，啊来来，有好看的啊！注意听。啊，我准你手好爽。好啦，准备来听。爱桃花红，杏花白，水仙花儿开。有只见那小腰牡丹全一开，芳花一对儿。就上杏花村。那个讲笑话呢，绝对甲牛无共款。是像迄个孙啊叫阿公。你也实在太恐怖了。哎，差不多12点以后再来听这个故事。哎，我现在讲的这个笑话是连小孩子啦，那个男女老幼都会在听，他艺术都是健康的啦，放诸四海皆准。哎，全很健康的笑话。听听看，其实这个故事也是真实的。您笑话的境界，我体会一下。这里就讲到一个欧巴桑。现在欧巴桑很多人都不太会讲国语，对不对？包括我自己妈妈在内。哎，有一个不要讲国语的欧巴桑呢，哎，他刚弄来去国父纪念馆。去啊！去运动。运动。他运动说有这些习惯的是爱准备，就吃自己准备好的早餐。什么清粥小菜。对呀，或者自己有时候带个三明治啦，自己做的。可是有一天呢，有一天呢，他就忘记了，时间可能太赶了。后来就想一想，不安尼啦，过去来国父纪念馆对面要有一间好不好？汉堡素食店。对，要有一间，想无来去遐食好啦。对，安尼蛮好。记不就叫小姐讲，小姐麻烦哈，你给我一个汉堡安尼啦。那个小姐就跟他讲，好啦，加蛋加10块。迄个阿我上一个听讲，好，安尼歹势我等外口等就好。为什么外口等？加蛋加10块咩？还是咱是讲加？一天。加蛋不要加10块。我等外口等就好。是啊，警察一个门尔，加10块钱啊。不过安尼是精神健康，有啥物事？是嘛？会心一笑。真的像你讲的很高雅这个笑话。对我这种人讲这种话呢，无啥当家。我看是。佮上对的时间对，这段差讲要录过来分钟呢。我知啦，嘛是你来讲一个有关于泌尿科的笑话，可能观众较爱听。无1分半钟的这笑话根本干嘛唱小放牛啊？对了，责任就丢在我头上。我哪有什么笑话我哪有他追啦？讲啦，看我泌尿科无。安尼，无讲家己的糗事。好啦。讲到这我才想到呢，是有一摆就闹开啊。想啊，正讲我叫你讲到呢。有一次去医院检查嘛，都在泌尿科排队。哎呦，真衰！你看堵在上面了，堵着自己的以前的级任导师。那个人提前抓吧，老师你也来啊？是。你啥毛病？我歹势讲，提一个。哎呦，跟他提甘蔗吃呢。实在是，这个所在拄着人是真闹开的代志。这款的代志，咱讲出来。这个人不要紧了，看我讲别人的，莫讲家己伤过闹开啦。时间咱都无够。我咱两个拢压出来嘛，是遐对的呢。我讲一个。好来，我讲一个。压别人。有一次啊，看到也不是什么新闻啊，彭恰恰讲的事情，现在也在讲了呀。你讲人朋友的时候，我较歹势。那我要紧，我正好看到也是在一个电视节目中，伊嘛讲出来呢。哎呦，哇好全部，等下有的人无看的，咱再补充一下。讲看嘛，我没听过。坐飞机啊，有一次他跟方出国，刚他坐的是，刚他也不能讲名字啊，刚他光荣航空公司。我亲切的，你讲台语嘛会通。方小姐、彭先生谢谢大家。结果那天啊，彭佳佳吃坏肚子，坐飞机，又要上厕所嘛。这个据本人对大便的研究呢，很多种表情的，有一种上厕所嘛，都是很小颗聚合在一起嘛，打的瓷砖还会有回响那种叫天女散花型的，还有一种叫做鸳鸯火锅型的，哎呦，前面一节干的，后面是猫几罐头是鳗鱼型的，全部透明的。好
啦，你快讲啊嘞！啊，这大概了解了，这大概知啦。嘿嘿嘿，这个彭佳佳那天是不一样的。哎，有什么？啊，有算是面茶型的，你知道？小瓜呢？跟他缠来的那个老瓜没有，就像我们小时候拿砖头去丢。坐一坐那，哇，你坐一下，我去上个厕所，你的照片。我个讲熟悉啊呢，哎呦，还有一些自动没用一次还可以丢掉一型的屁股的坐垫，哦，就赞了，嚯，飞机都是。挺卫生啦。这个哦，来这里干。你卖我就行了。哦，嚯，你刚刚夹到嘴呢，上少嘛有半斤呢，你看。刷好水料啊，叫轻伤啊，我嘎嘎就甜了。空中那个是一种真空可以吸下去的嘛？对啊，大家都知道啊。哎，你那跪地呢？有个铁板。对啦，用吸的就对了啦。对啦。我砍凳啊，结果那高高的打死啊，这个2三百个水。我头大腿啊，砰一下，哎呦，规个惊规头到规只，西装啊，没几袋，哎呦，配到瓦桥你唔知啊？哎呦，还在里面，足足弄了1个钟头。那怎么办？卫生纸都被他用光了，哎天，这个镜子上面、地上了，香水上面全部擦，穿了白衬衫也变向日葵。这个鬼啊那个。别的客人说：“哎，红豆小姐，是怎么搞的？怎么有一个人在里面那么久？”小姐来，请问，刚才好像彭先生进讲啊，彭先生有什么问题吗？他来开一点门，门只开一点小缝，就有一股味道。早没看到我夹芹菜。哎，彭先生有什么困难吗？说：“哦，拍谁？这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喷的这样子，哎呦，这人哦。”哎，我跟你讲，刚才啊，欣赏这个节目，还真不是这个，千万不要掉到晚上6点半到7点的时间，人家在吃饭时间，因为这个节目绝对做不下去。但是啊，这个也是一个机会教育。所以在飞机上的它那是真空吸的，盖子要先盖回去。发听了声，哎，没有了，就你拿那个眼机没赛啊？哎，真的吗？他给我夹还巴豆些什么，也不能跟机器作对啊，机器有点干湿度，他也不认人的。